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欢迎来参加第一次的333祷告会，请跟旁边的人说，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现在要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在神的宝座上献上我们的敬拜，一起来拍手。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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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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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在你宝座前，我献上我的敬拜，我高举双手，扬声敬拜，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在你宝座前，众天使匍匐敬拜，让万国万邦在天上说，愿救恩归于宝座上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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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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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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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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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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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赞全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感谢赞美主，让一切荣耀归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阿门。让我们继续的来敬拜，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全心全人来献上我们的赞美。是的，我们要同心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习，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
子民，就是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现在邀请大家一起开口来祷告，为了我们的国家，求主赐和平，不让台湾的人民受到武力的威胁；为了我们居住的城市，求主洁净这片土地；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求主保守台湾的教育环境，拯救走向歧途的年轻人。主，求你保守纯真的孩童，使他们都来归向你。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来祷告。主，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你是喜乐一好怜悯的神，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在台湾来支持你，主，让我们在这里立定心意，我们来尊主为大，因为主啊，你是荣耀的神，主，你是君王，你是坐在那宝座上的。主，我们为了台湾向你来祷告，要尊你为王，要尊你为主，要尊你做那掌权的。主，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你，谢谢主，谢谢神，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保护台湾，谢谢你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来掌权，谢谢你，谢谢你，为着在住在真实的赞美你，哈利为着青少年下一代的儿女来祷告，主要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意念，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
彻底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是的，主，感谢你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哈利路亚，赞美你！在我们每一天都要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主。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主，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你永远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我们要来继续来祷告。现在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主的同在，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求主来保守。期许在新的一年当中，期许我们每一个人能跟主有更美好的关系，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来祷告。主，我们为了自己来祷告，主为了孩子来祷告。谢谢你使用我，谢谢你让我能够来敬拜你，谢
谢谢你呼召我，恢复我的生命。主，谢谢你是荣耀的君王，你从我们，你把我们从谷底带领到光明的地方。主，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口来称呼你为阿爸父。谢谢你，我们的父亲。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需要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有所求，有所敬拜。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你赐福在孩子的当中。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啊，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你。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主耶稣，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你的同在，需要你圣灵降临，需要你的恩膏抹我们。求你洁净我们的内心，主，求你带领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赐给我们有智慧、能力，以及有平安喜乐。主，在新的一年，我们恳求能与你更亲近，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语，每天都更爱你，每天都要来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请荣辉长老，彭辉长老，太久不见了，彭辉长老来跟我们见证分享。伊讲龙辉吼，无毋对啦。因为礼拜四暗时牧师打电话我，讲两项代志，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关怀据点，德武关怀据点，关怀据点，一项代志就是讲叫我来做见证，但是伊讲爱富有，丰盛，我讲阮家跟教会嘛有几个很富有不会在我的身上嘛，好嘢袂伫我的身上。伊讲毋是啦，我较一般啦，较普通，好啦，普通啊就好，来做见证礼拜暗时甲打电话我，爱叫我准备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鹏辉，我民国65年来这个从屏东潮州搬来桃园，65年在家人就自己找教会。那时候是17、18岁，就家己找教会，找到迦南教会，就在迦南教会聚会，然后我感觉迄翠林长老嘛是65年制的所以我是看他长大。
他是看我慢慢老去，感谢主。目前我是在嘉光教会聚会是现在的长子中最老的、最大的。你不能比我我拿到那个老年卡的敬老卡，所以我有享受政府的很多福利无论是3节啦，或是老年节都有奖金，坐车不用钱，外省市半票就对啊，说健保满面所以我想，但是我在嘉光教会我没有福利我反而服侍更多服侍那节嘉南教会目前好像没有老人像我这样老年人在带敬拜站的无65岁以上去带敬拜站的但是我甲你讲，我一个月爱带3、4摆我礼拜爱带祈祷会爱带，无人来我就爱搁代替所以我是家耕教会所以我是足希望会当回来遮我即马回来啊？有啊，我迄讲我有来免2年这2年的中间，我差不多6年前有回来过我甲他做礼拜我无啥物服侍我是感觉安尼也袂歹这样子在嘉光教会我就嘛爱带崇拜啦安尼记得30年前的时阵嘉南教会要开始有敬拜赞美的时阵迄当阵真辛苦迄当阵嘛是因为咱长老教会对即种安尼唱歌真大声是安怎有当时信徒较无落接受迄当阵是真辛苦的代志。迄当阵开始敢4队尔4队过来5队，过来6队过来10队10队就分台语甲国语我是负责台语的我是台语我是较拿手的因为我国语袂练转伫迄个嘉光教会爱带国语，有当时我有带台语的时阵，互人讲人听无所以我就要带国语我嘛是安尼带咱嘉南教会的青少年，他们就自己有一个敬拜赞美团我是感觉袂阮囝嘛是有伫个敬拜赞美团内面安尼你介绍恁囝一个阮囝叫做张木轩是木轩的爸爸木轩的爸爸安尼我也要伫迄个嘉光教会带那个华语，带那个台语的话是比较不容易嘉光教会是伫迄个20122月5号遐设立的进前8个月咱嘉南教会全部的人都有参与啦这13年来差不多嘛，用12年也好13年13年从来就没有聚会从来就没有少过30个人以下连那个属灵传道去的时阵，去我嘛是拢才40、50个在稳定中我拢嘛拢有咧成长的对感谢主俄罗斯啦安尼陈牧师是我是对迄个跟陈牧师一起去开阔教会跟他同工真忝，我跟你讲真忝，恁大家拢较注意较注意，陪电较暗的，但是真忝但是很精彩啦也有很有成就感因为那时候我们有6次他在的时候，我们有6次突破100个人但是那时候真的是心里真的是有一点高兴有点高兴但是几乎每天晚上要开会有时啦，不是说但有时会1个礼拜这样开会。我记得我在开会当中，那时候我在工作室蛮忙的，但是我在开会当中的时候，我有2次度孤叫醒
所以真忝啦吼。我本来我是讲我安尼吼，伫遐时阵吼，我嘛是因为我也准备要退休啊，因为我嘛是老人啊吼，我嘛准备要退休，吼，还佫有3年啊吼。但是当牧师吼鼓励吼，讲嘉光教会啊吼，是毋是爱做德福事工，就是社区关怀祭典，照顾关怀祭典吼，巷弄长照吼，这个赞啦吼。我是有咧想讲吼，安尼是毋是？就是要再提升我的热情啦哈。我如果没有那种热情的话，没有那种朝气的话，应该是比较不会啊。但是我是感觉如果陈牧师有一直在鼓励的话哈，应该会往这方向走了哈。陈牧师叫我来做见证吼，讲什么富有的人生哟，还是吼。但是我外表我无感觉啦吼，我无感觉我是很富有，但是我是假无所以我伫即个嘉南教已经讲我民国65年来的时阵，我上无嘛有差不多30-40年伫遮，但是我甲你讲，咱教会无人会找我来甲我借钱，因为伊拢知影我这方面的我无就对啊但是我袂用礼拜4去趁钱，我袂用聚会时间去加班，我会记得我当阵我未娶某的时阵，20几岁的时阵，当阵有迄身份证，你知？迄身份证要换身份证恁若像我这年纪的时候，拢知。但是那时候换身份证的话，可能一天你可以照100或是100-200个也就是说一天你可以照好几万块但是那时候的话，礼拜天我还是会来做礼拜，所以迄个科警府长有甲我关心。许金福伊讲你是安怎但是我就是说，我就敬拜上帝是要摆第一嘛然后所以我在这方面的话，我很坚持只要是服侍上帝的话我都会有时候会请假这是我很坚持的因为我经济没有很好，但是我有车子那时候已经没有有车子，那时候已经去别的地方上班了但是我的车子是公司的那时候是小时候因为有小孩的话应该有车子但是我公司就提供我车子。那我现在没有房子因为我买不起房子，因为现在房子是很贵然后但是我是住30几平的房子但是我住的房子是如果人家租金是2万块，但是我大概1万块就租到了所以我这方面我是蛮感谢上帝的他的带领。那我住的地方也是蛮那个市区的我的楼下就是餐馆那我差不多200-300公尺我那个地方的话，大概有4-5间那个便利商店，我还有黄昏市场，我还有那个小学或是这样，所以我要感谢上帝，就是说他在这方面他也在带领我那我也很少买衣服我现在穿的衣服不是我买的都是恩典牌我的太太或是木星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个恩典牌那我比较注重的话，就是因为上帝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耶和华的产业所以陈道雄牧师大我17岁陈博士牧师大张木先17岁但是陈道雄牧师每次礼拜6的话，他就会邀请长子2个或是3个去探访
礼拜六哈，那时候没有周休2日，可能是周休一半哈，早上上班，下午可以休息好，那时候，那我们长子的话要去探望，这是好像他的硬性规定好。那我去探望的时候，我的大部分都是，探望的时候，大家会有哦，他会，我很记得的一句话就是说，啊，牧师啊，你爱带阮囝吼，还是阮孙啊吼，去做礼拜，吼，去做礼拜，吼，安尼，啊，特别啊，去那个尤其生病或是那个快要变蒙主温招的那种会有嘛，吼，他还有一口气的话，他会跟牧师讲，说，你爱拜托的，你爱去带阮囝，还是阮孙去做礼拜，吼，所以这计划，在我这年轻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我刻在心里，哈，我记在心中，好，所以牧先从小的时候他就上主日学和青少年团契，好，到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他跟耶稣，哦，没有很亲近，好，也认识哈不深，哦，跟上帝的关系啊哈不是很亲近，啊，这时候我有一点担心，哦，啊，直到陈牧师来，哦，陈牧师是那时候的青年牧师，哦，他来的时候，哦，我的张牧先他的信仰啊就有慢慢的进步。最主要的是那时候88水灾哈，88水灾，莫拉克台风，那时候他们带他去哪里？屏东，屏东还是对？拿逼，好，柳营，迄土石流吼，啦，吼，啊，迄高中生尔，吼，啊嘛教人去咧经历，哦，从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生命有点转变。哦，有变了哈，然后他又参加陆光那个少年营，哦，所以他的信仰的话就会主动的去追求，哦，主动去追求，哦，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以后我要被主蒙召的时候，我不要跟牧师说，我说拜托你去叫我家去做礼拜，我感谢上帝了哈，哦我一生是没有很有富有的，但是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光鲜亮丽的但我没有缺什么因为上帝都会供应我，上帝都会供应我，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上帝也与我同在，这我讲一下，我的母亲是自闭症雅斯伯格症，但是他在2、3年前他得到癌症。他得到癌症乳癌，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种打击，但是他得到乳癌的时候，刚好他开刀晚的时候，刚好是我65岁退休，那我会陪伴他，陪伴他去治疗，陪伴他去电疗，陪伴他怎样，我都带他去。那目前的话，今天礼拜3，也有带他去，只是3个月回诊一次，感谢上帝，他现在这个都很好，都已经都治疗得很好，那我太太，就是说我太太在10月份的时候，她走路要拿拐杖了，因为她是类风湿关节炎，她目前很严重，所以她要1个礼拜她要去复健3、4次，然后还要针灸，然后每天早上我要送他去上班，然后要带他回来，然后我也要煮饭，要变成我是家庭主妇了，我要让他有便当，目前我的生活是这样，所以我真的是要感谢上帝，所以因为上帝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再来是凡事谢恩，但是如果你会不住的祷告的话，就是你困难的时候，一定会不住的祷告，每天祷告，每天呼求，当然是不要困难的时候再祷告，是最好。但是真的是困难的时候，遇到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都会亲近上帝，我们都会祷告，
那我们会祷告的时候，那我们用赞美、用感谢的凡事谢恩的时候，上帝的灵就临到我们当中，将我们一些困难，将我们一切忧愁，就把我们排斥掉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会常常喜乐？好，我们感谢上帝啊！哈，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真的是耶和华是我们，只要依靠耶和华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缺乏。然后我的祷告，我比较不会求什么发财啦，哦，什么那个在金钱方面，我比较不会去求那个。但是我一直在求凡事兴盛，哦，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阿们。哦，所以我每天都会这样的祈求，为我家人，或是为教会。哦，感谢上帝啊！谢谢大家。好，感谢彭会长老的见证分享哦。那今年嘉光教会即将要满13周年，好，嘉南教会要满60周年。好，那相信上帝带领嘉光教会，好，在中山路的地区，在那边来开拓带领，好，能够带领更多人来认识神，也透过彭会长老见证分享，哈，说，我打给他的时候说，你可以找谁，可以找谁，找谁。我说，就是从你的生命来见证，好，都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好，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个333祷告会？好，就是因为我们需要透过弟兄姐妹好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见证，能够看见上帝的恩典。而我们在今年的333祷告会，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就是第一个祷告会。好，我们为不同的主题来祷告。好，那今天是1月份，所以我们要为财务蒙福来祷告。讲到财务蒙福，除了刚才彭会长老见证分享，好，不晓得你对财务蒙福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财务蒙福呢？好，你用一句话跟你旁边的人现在分享一下，什么是财务蒙福？好，你觉得什么是财务蒙福？好，跟你旁边人交换一下，你觉得什么是财务蒙福？对，好，谢谢。好，跟他说你的分享很棒，让我更蒙福。你的分享很棒，让我更蒙福啊！财务蒙福呢，我们可以来读一段。好，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财务蒙福的教导。好，那我举一个历代志上，好，我们刚读过，去年读过29章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大能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好，所以你能够在财务上蒙福，有大能大力，是从谁来的？从神而来的。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都是你的，都是你的，都从你而来，而且在你手里都出于你，就是出于神。所以什么是财务蒙福呢？好，简单用一句话说，财务蒙福就是明白并领受上帝的供应，不做金钱的奴仆。好，请大家说一次：明白领受上帝的供应，不做金钱的奴仆。所以你活着好，你能够现代人好把它用得很好的名词说财务自由啊，好，就是你不再做金钱的奴仆啊，好，为了追着钱而跑。但是如果那个财务不自由呢，做金钱的奴仆呢，好，就是睁开眼睛闭上眼睛，好，都是为了钱，一生当中就为了钱。你觉得一生只有活着只有钱，或是说穷到最后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钱，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吗？今天牧师要来跟大家分享，好，什么是财务什么是财务蒙福？好，并且呢，能够在财务上得到上帝的祝福啊。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是路加福音第16章第10到13节起。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能这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在这里讲到两个对比，一个是忠心，一个是不义，一个是恨，一个是爱。但是呢，如果你能够明白什么是上帝所要的忠心，而什么是上帝所要的爱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所以12节说，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上帝要把财物祝福给我们，其实这是上帝原来就要给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是忠心，什么是不义，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是上帝所爱，什么是上帝所恨恶，以至于我们在财务上面不是领受上帝的祝福，而是领受其他的人或是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事物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明白，财务的蒙福是领受上帝的供应，而且不做金钱的奴隶，而且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好，这个有钱能使怎样？鬼推磨。好，讲到钱就伤感情了。很多时候说，在教会当中不要讲钱，不要讲钱，讲钱就不属灵了。但是如果一个没有钱的人，有没有办法属灵？好，一个完全没有钱的人，他也没办法属灵啊，因为他可能连自己的肚子好都填不饱，他连自己的衣服都穿不暖，好，他可能必须要流落街头。所以不要认为说钱呢就是不属灵，而你要属灵，你要能够让你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要能够明白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啊。所以今天牧师列了7个，为什么我们在财务上面没有办法蒙福？好，希望大家好能够从这7个当中，成我们的帮助学习，还有我们祷告的目标。第一个我们为什么没有财务蒙福呢？因为没有相信神的话语，以致无法领受神的祝福。请大家说一次。没有相信神的话语，以致没有领受神的祝福。好，诗篇23篇第1节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后面呢？我必不致怎样？请问你现在有没有缺乏？哎呦，马上就没有。好，我们来结束祷告了。好，因为大家都很蒙福了。如果你能够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就不会有缺乏的心。但是如果你没有读的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哇！我刚才的问题再问一次，请问你有没有缺乏？有啊，我缺这个，我缺那个，我缺那个。但是当你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必不致缺乏。所以相信神的话，是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上帝说他要供应我们，他要做我们的天父，他要做我们的阿爸父。他要把我们养活，他要把我们宝宝怀揣，但是我们有没有相信上帝要爱我们，他要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呢？好，或是你相信上帝要让你的一生当中能够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呢？而这一切是来自于你如何去读神的话，并且你读了神的话之后，你如何的相信神的话会不会成就在我的身上？跟你旁边的祝福说，神的每一句话都要成就在你的身上，神的每一句话都要成就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让神在财务上面给我们的祝福要蒙福。第一个，我们要读神的话。今天早上有没有读神的话？利未记第8章，你们透过灵修笔记来将神的话消化吸收。即便利未记第8章很艰深，利未记整卷很难懂，但是你相信神的话是要赐给我祝福的时候，你就会从这当中，好像一个侦探，在这读神的话当中，好像一个去掏金挖金矿的人，在这个坚硬的石头下面凿啊凿啊凿，凿到里面有黄金，或是凿到里面有玛瑙，凿到里面有钻石，就把那个黄金和钻石就写成你今天的金句，然后就把它写下来，变成你今天的祷告。这是一个蒙福关系的管道和开始。第二个，财务没有办法蒙福，是因为没有查考神的话，以致误解神赐的祝福。请大家说一次，没有查考神的话。好，神赐的好的祝福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好，早期这个大家乐
的年代呢，好，大家就是迁徙。好，这个乡下的有一个乡下卖菜的人呢，他也跟人家去迁徙。结果呢，他迁徙之后呢，哇，他那一期中了头奖，中了多少钱呢？1200万，哇，他很高兴哎。然后高兴之后，他突然就怎么样？心肌梗塞，然后就发作，当场就死了。这1200万他没有花到，他连去领都还没有，他的家人有没有去领？也没有办法去领，都没有去领，结果他就心肌梗塞就死了。如果你没有做好预备，上帝要给你祝福，哪一天上帝说给你1亿，哪一天上帝不要说给你1亿，给你500万，你可能就心肌梗塞，好，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我要鼓励大家，好，你要相信上帝要给我们祝福，不要限制上帝的作为。跟我说一次，不要限制上帝要给我的祝福，不要限制上帝要给我的祝福。千万不要像那个卖菜的阿伯，好，得到了1200万，因为都没有做预备，没有做准备，结果呢，他就因为这样，人生就结束了。查考上帝的话，好，表示说，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呢，好，其实是需要我们去明辨的，不是照单全收的。好，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看到一个人他在台上做见证，好像彭会长的见一样，见证说哇但是彭会长不是分享这个，所以我不希望有人分享这个，好去误导别人。有人见证说哇，他神感动他，好要奉献了1万块，但是那个时候呢，好他没有钱，但是他还是凭着信心奉献1万块。结果呢，过了没有多久之后，哇，上帝就给他10万块好的收入。所以呢，听了这个见证之后呢，好，大家心里面就怎样说，我要跟他一样，好去借钱去奉献1万块，好去借钱，好，因为上帝会给我10倍。结果借了钱之后来奉献1万块之后，上帝有没有给他10万块？一直都没有，为什么都没有？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也有信心啊，我也借了钱，我也奉献1万块给你，为什么我没有得到你的祝福呢？”上帝只对他说一句话：“我有叫那个人奉献1万块给我，但是我没有叫你奉献1万块给我。你是听了别人的见证而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听了我的话去做了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在听讲道。”有时候我们在看 YouTube， 有时候我们从网络上面听到很多的信息，听到很多的见证，很多的例子，但是这是给那个人的，还是给我们的？我们要去查考神的话，我们不要去误解神的话，也不要把上帝的话当作别人身上的事情，当作是我们身上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明白查考圣经啊。约翰福音的第5章第9节，这样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查考圣经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得到永生。跟你旁边说，查考圣经为了帮助我们得到永生。查考圣经为了帮助我们得到永生。怎么得到永生呢？耶稣说：这经就是这圣经，正是为我做见证的。所以当你查考圣经，你才能够更认识耶稣，才能够明白永生之道，而不会查考圣经财务蒙福，却是心脏病发作，没有办法走到永生的道路当中。第3个财务没有办法蒙福，是因为没有做金钱的管家，以至于没有意向而虚空。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的第26节这样子说。路加福音第19章的第26节说：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怎么样？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为什么上帝像是一个主人一样，对于那些已经有的人，上帝给他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他已经这么发达了，他已经钱用不完了，为什么他还可以再领这个年金啊、奖金啊，一直领一直领一直领？但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因为这是一个管家是否忠心的考验呢。好，在路加福音是一个教导很多财务的一个圣经哦。好，而今年的3月份，我们就开始来共读路加福音。好，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读路加福音，让我们的财务更蒙福啊。一个忠心的管家，因为上帝通过上帝的考验，以至于上帝愿意把更多的给他。但是一个不忠心，没有办法完成上帝所托付、所交代的，他就不知道他应该拿这笔钱做什么，
他可能就是随心所欲，好，他拿到了这笔钱，他可能就随心所欲的花掉，而就耗费掉，没有意向，民就怎样放肆。当我们对钱财没有目标的时候，没有理财目标的时候，我们拿到红包、拿到压岁钱、拿到年终奖金的时候，或是每一个月我们拿到收入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好分配，以至于成为月光族，到了月底呢，钱就花光光。所以我们必须做金钱的管家，就做金钱的主人。对于每个金钱要怎么用，要去哪里，我们要明辨秋毫，要有规划。第四个，财务没有办法蒙福，是因为没有用金钱尊荣神，以至于成为什么奴？守财奴。好，箴言的第3章第9节这样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遵从耶和华。请跟我说一次，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然后呢，遵从耶和华。上帝让我们财务蒙福，有这些的土产。好，今天我回去彰化看我爸爸，他买了一块农地，好，他的第一批的这个果树呢，好，种了很多东西长出来，所以他带我去参观的时候，边走边摘，好，这边摘木瓜，那边摘芭乐，好，然后呢就摘了一堆东西的回来，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去菜市场就买了，去菜市场买好就买得到，但是呢心意不一样啊，好，因为这个是老爸他自己种的，而且他花了很大的心血，好，种这些的树，然后还要维持这些的东西不要被鸟吃，然后给我这个木瓜的时候说，这个木瓜呢吃起来不甜，好，但是呢，当我拿到这个木瓜的时候，心里面甜不甜？不甜啊，好，因为这是爸爸好他的这个心血，为了种这个木瓜还摔断了手啊，还摔骑那个3轮车摔车。我们要遵从神，好，当上帝收到我们的礼物，即便我们的礼物在人的眼中来看，好像彭会长他分享，好，他一生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好，没有成为什么公司的老板或是什么总经理，但是好他。提出了一点，就是他这一辈子从他年轻信主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因为一次的要工作要加班而就失去了主日敬拜神或是服侍神的机会。好，即便他现在已经是嘉光教会最老的长老，现任长老了。但是他还是一样好，尽力的做到好，所以牧师也挑战他，好，要不要来做这个德福的关怀据点，好，能够让嘉光教会那个社区的长辈，好，或是这么多退休的人，也有机会可以来到教会。如果我们不能用金钱好出熟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我们就会只能够成为那个守财奴啊。好，我曾经去一个关子岭，好，我最喜欢去关子岭做什么？泡温泉啊，关子岭每次去都要去同一间，好，叫做关子岭大旅社，好，因为那是100多年的这个泡汤的旅社。每次去那边泡汤的时候呢，它很简单，好，它的真的是简单到不行，好，以前是100块，好，后来变150，现在去要200块，好，但是呢，那个关子岭大旅社的老板呢，好，他是个老板，他继承了那一大片很大一片的旅社，可是呢，我看他呢生活的样子呢，好，并没有过得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整天坐镇在这边，而且他是24小时的经营啊，所以他很怕，他如果去休息的时候，他很怕他这一天放假的时候，他就怎样？这个客人来，好啊，这个生意上门就没有人顾，好，所以他找了很多的人，好帮忙顾。但是呢，他赚了这么多的钱，好，不管他有没有赚到钱，可是他有没有机会去花这些钱？他并没有机会好好去花这些钱，而且他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他很可能他这一辈子就这样就结束了。人生赚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长的岁月，可是最后呢，好，却只能够坐在门口来看守这块店，而且当他死了之后，这个财产到谁的手中？好，到他的下一代会不会继续来继承？会不会继续来把他这个好好的经营？都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上帝给我们金钱，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时间，是为了要尊荣耶和华。这样我们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酒池有新酒盈溢啊！当我们都懂得用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论是财务的祝福、
身体健康的祝福，凡事兴盛的祝福，来去尊荣耶和华。上帝就会使我们必且丰满有余，我们的仓库会多到满出来，充满有余。第5个，我们一起来读：没有用金钱帮助人，以致成为什么？吝啬鬼。有没有遇过吝啬鬼？好，身边有没有这个一毛不拔的人呢？即便他有9只牛，他连一根毛都不愿意拔给别人了。路加福音的第6章，这样说前这个37节这样说：不要评断别人，就不被审判；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38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要给人，就必有怎样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得到上帝的饶恕，我们就要先怎么样？先去饶恕人。我们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要先怎么样？把我们的可以给人，与人分享。所以使徒行传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好，你要更为有福的话，就要先做哪个动作？施。好啊，施之前呢，要先受。好，你有领受才能够施嘛。好，但是当你领受之后，你要给出去，才能够更为有福。好，然后路加福音后面说：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并且用10足的升斗连，然后呢摇，然后呢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我们去这个10足的升斗要这样球就是怎样可以装得更多，然后呢多到上面尖的都尖上来，然后一直流下来。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这样子，让你的袋子呢装到满，而且还装到满到最尖，不能再满为止。所以这时候呢，你要得到上帝祝福，就是你的容器有多大，上帝就可以把它装到满，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我们的怀中啊。所以我们要用金钱去帮助别人的需要，跟你旁边说，用金钱帮助别人的需要，用金钱帮助别人的需要。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你有没有用金钱去帮助什么人？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你有没有用金钱去看见人的需要，去满足他呢？当我在美国的时候，一天到晚都常常会有就请吃饭，我就很纳闷，因为他们会有很多都退休，可是呢，他们一直请吃饭，可是他们钱不会花完吗？钱不会花光吗？常常在请人吃饭。可是呢，当我在这当中认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叫黄德利牧师，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有听过黄德利牧师？他说他一个恩赐叫做请人家吃饭的恩赐啊。他说他在牧会的时候就开始请青少年吃饭，请童工吃饭，请人吃饭，而且他在美国常常很多来访客，所以每次人家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就请他们吃饭。结果呢，他发现当他越请人家吃饭的时候，上帝就越怎样，越让他有这个恩赐，可以请人家吃饭。请问你期待让人家请你吃饭，还是你期待请人家吃饭呢？好，回去操练看看。好，操练看看。请人家吃饭是不求回报。好，你不要说今天我请你，下次你要请我，那这样就打平就没有。我们请人家吃饭是为了上帝而请人家吃饭，特别是那一些没有钱的，特别是那一些没有人请他的，你愿意去制服他们的时候，祝福他们，把上帝给我们的，而你就会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有的人刚好相反，哇，他的钱真的是多到不行，可是呢，他1块钱都不愿意拿出来，他也不愿意去请人家吃饭，也不愿意去分享，去帮助人需要，他只需要把这些钱不断留下来，变成自己的财产。好，想说哇，他要怕
给出去，结果呢，到最后，好，就像路加福音所说的，他就成为那无知的人。当他以为他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这一切有什么益处呢？等到他没有命想要再给人的时候，完全来不及。很多的有钱人，很多的这个大富豪，哇，他不断的堆积，不断的堆积，连自己的儿子也不给，自己的孩子也不给，好，通通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就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吝啬的时候呢，当上帝要他的命，把他命带走的时候，他的一下子哇，遗产通通没有分配，没有做好继承，结果他家就这样败坏。好，这个另外再找时间分享。好，但是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好，就是为了争夺遗产家产，结果兄弟阋墙，好，甚至在好几年前，在内湖那个美孚集团，好，这个皇家的6兄弟，好，拿枪，好，去谈判的时候就拿枪去谈判，好，那一天就开枪打死2个自己的兄弟哦，因为没有，大家都只是想要把钱拿在手上，却没有想要去回馈，没有想要去奉献，却没有想要用钱去帮助人呢。我们迦南教会好设立了陶家互助社，请问你是陶家互助社的社员，请举手。好，你是互助社社员哦，大部分好，请放下。还没有举手，请举手。啊，你不是互助社的社员啊，集会长老，你不是互助社的社员。好，这个没有参加互助社呢，好，可以去参加互助社。互助社成立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社长在这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好，互助社成立的宗旨，好，不是是要帮助贫穷的人。好，它是互助，好，互相帮助。所以互助社好，如果互助社好只看高不看低，互助社里面没有去考虑到穷人的需要的时候，这个互助社就忘记它的宗旨。而同样的，教会上帝赐福给教会的金钱，也是为了要能够让教会的金钱去帮助人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要把上帝给教会给迦南教会奉献通通都变成基金，通通变成定存，通通变成存款，然后呢1毛钱都不愿意给。好，你觉得迦南教会是一个慷慨的教会，是一个吝啬的教会？好，慷慨的教会，感谢主。好，所以要继续的慷慨下去。第6个。为什么财务无法蒙福？就是因为没有为财务来祷告，以至于呢没有经历神的祝福啊。雅各书4章2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怎样不求啊？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怎样妄求。”小时候我妈带我去，那时候我很小带我去买玩具。那时候买玩具没有玩具店，都是要去杂货店。杂货店呢，那时候卖那个空气枪，那一把空气枪我还记得是1把35块。然后呢，去付钱的时候呢，我妈呢就跟他老板说：“35块当剩30块不？减5块不？”你觉得老板会不会减5块？怎么可能减5块？但是呢，那一天那个老板居然减5块，我妈就用30块买了那一把空气枪，就让我印象很深刻。哇，原来买玩具还可以怎样？还可以杀价，而且一次就杀了5块钱。好，这个是我因为我妈是开公司做生意的，好，所以我妈也很会杀价。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开口，你没有去谈判，好，你没有去 bargain， 你没有像亚伯拉罕跟上帝开口。亚伯拉罕看到他的侄子罗德所住那个城市，上帝要毁灭，但是他却开口，他很害怕，但是他很小心的跟神开口。如果这城里面有50个义人呢，45个义人呢，40个、30个、20个，最后剩下几个？10个。他开了6次的口，如果他再开1次口呢，会变几个？再变5个，再变5个，那个所多玛和俄摩拉就可能得救。因为那一家里面呢，有罗德一家4个人，再加上2个准女婿，6个人就超过5个人。但是亚伯拉罕还少开第7次的口。我们要跟上帝开口，而且要一次又一次。你不要害怕跟上帝只有求1次、求2次，你至少要跟上帝求几次？求7次。因为有时候就是在关键的第7次，你为你的财务跟神祷告。很多人说我就按那贵几细郎就好啊，有够就好啊，不用多，不
不用再领受蒙福。我们觉得这样就可以，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财务蒙福？因为要去祝福别人。为什么要凡事兴盛？因为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祝福，我们才有办法请人家吃饭，我们才有办法能够去供应别人需要，我们才能够去建造教会。所以我们需要在财务上来为财务来祷告，而且要去经历神的祝福。最后财务没有办法蒙福，是因为我们没有穿戴全副的军装，以至于遭受仇敌的征战。在约珥书的第2章，上帝讲到说，在过去那些年间，你们经历了蝗虫，经历了男子，经历了蚂蚱，经历了茧虫，所以你们过得疲累累。什么叫做疲累累？就是真的是过得像做牛做马一样。我们的台湾有没有经历过疲累累的年代？大家缩衣节食，吃不饱穿不暖。好，可是我们有经历过那个台湾前英卡巴。好，而现在呢，好，台湾真的是又超越了以前那个英卡巴的时候。所以去年我们还是前年，我们还领到那个退税，每个人领多少钱？什么3000、6000啊？6000嘛，好，全台湾的人都可以退税，每个人退6000块。哇，这个是破天荒啊！破天荒，做台湾的国民啊，你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去领，是不是？好，成为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好，是一个幸福的事情。而且我们现在，如果你参加德福的据点，好，从礼拜1到礼拜5，好，1年365天扣到6日，你来参加要不要缴钱？不用缴钱，而且还有怎样？还有中餐可以吃。而且还有老师陪你做运动、体适能、音乐、跳舞，然后做手工，然后做什么？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都不用钱？是教会捐的吗？不是，都是政府在出的。台湾从有史以来没有福利制度好成这个样子。昨天立法院还通过退休的警察所得替代率到80%。太夸张了，好，太夸张了。好，不过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的国家好，财务好健全，是谁的功劳？是上帝的功劳。执政者有没有功劳？执政者的功劳很重要。好，所以我还记得，好，我们是要333祷告会。好，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有一个333呢。后来这个3个3呢，全部都跳票了。后来到2016年，蔡英文当总统之后，从2016年，好，那时候台湾的大学生毕业是几 K？22K。从今年1月1号开始，好，你去打工最低薪多少？29000块，29K 啊！从2016到2025哦，还不到10年，9年的时间，好，从22K 增加到29K。所以你不要说你没有钱，你只要是中华民国住在台湾的国民，只要你愿意出去工作，你每个月收入都有29000块，一个月29000块可不可以活？可以啊，然后看你要怎么活，看你要住哪里啊。好，你去很多地方都很好活了，但是呢，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的努力。但是上帝他要掌管，好，让我们能够穿全副的军装，因为魔鬼用各样的诡计，把我们的财富从不同的地方当中，把我们的钱财偷走。你现在一个月当中花钱花最多是哪里？吃，为什么？因为吃太诱人了。好，以前说女孩子晚上不要出门很危险，好，因为外面会有色狼。但是现在女孩子晚上也不要出门很危险，因为外面有什么？有咸酥鸡，好，身材会变胖，好，这个真的随便啊，住在中华路真的是诱惑太多了。好，为什么每个礼拜这边的停车场都爆满？礼拜6日主任每次探访回来，车子都开不进去。大家都来这边找吃的啊，好，同林百货、远东百货，大家都来这边找吃的，大家都为了吃啊。但是我们的钱很有可能就在吃的当中就流失。而我们要在财富蒙福呢，其实就刚才这7件事情，我们来说，第一个我们要怎样？相信神的话；第二个，查考神的话；第3，做金钱的管家；第4，用金钱尊荣神；第5，
第6，为财物来祷告。第7，穿戴全副的军装。本来牧师要用路加福音第12章跟大家分享，好，不过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可以下次再分享。但是那7件事情，好，这7件事情，你一定要让神的话每一字每一句读到你的心里面去，你才能够把上帝要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祝福，变成你的生命，变成你心思意念的一部分。而且要神的话，你要查考圣经，因为里面有永生之道。耶稣说，在人面前认我的，好，我就要在天父的面前认他。你怎么认出这句话是耶稣的话？是因为圣灵的帮助。而我们要做金钱的管家，就是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你知道为什么牧师的车牌？好，这次教会帮牧师好买了一台公务车，好啊，这台车呢，牧师可以去选车牌。但是呢，我选了一个车牌几号？5000。为什么叫5000呢？对，好，自我期许，我希望我能够成为那个5000两的银子。上帝给我这个做迦南教会的牧师，好，迦南教会的牧师，好，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希望迦南教会能够变成另外一个更蒙福的迦南教会，好，嘉光教会，好，也很蒙福，好，因为它是迦南教会去开拓的。好，刚才彭会长还没有分享，好，我有请他分享。嘉光教会在这开拓的12年来多，好，嘉光教会的奉献，好，一直都是好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即便有时候会有人数没有那么多，但是奉献呢，财务上的祝福呢，好，都没有短少过。好，特别士林长老，好，在士林传道，好，在嘉光教会帮忙这5年期间，好，嘉光教会好一直有意向，好，甚至呢，好有这个信心哦，要去买更大的礼拜堂，好，去买更大的地啊，好，要继续为这个来祷告，而做用金钱来尊荣神。在路加福音第12章，耶稣说：“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啊！”你的钱都花在饮食，还是花在生命？怎么花？活得久一点。好，你要让你的生命开心一点。你的钱是要来尊荣神。你的钱是花在衣裳，还是花在身体？买衣服的比较多，还是购形态比较多？可能到了一个年纪，好，你的钱是购形态比较多。年轻的时候拼命花在这个衣裳上面，但是呢，上帝赐给我们的是生命，上帝赐给我们的是身体。我们要用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用上帝给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要用金钱来帮助人哦。因为连野地的花，上帝都给它装饰，更何况你们呢？所以我们要帮助那个压伤的芦苇，神都不把它折断；将残的灯火，神都不把它吹灭。所以那些穷人、贫乏人的需要，我们不要视而不见，你要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1919的食物银行，好，我们要去帮助，不是只有这几个，而是真的在我们身边当中有太多的资源，好，等待去帮助。好，这个1919他们上个月，好，就是2个礼拜前去环岛骑脚踏车，骑14天下来，他们总共募款了1900多万，好，只有骑14天的脚踏车，募了1900多万，然后现在还在募款，到1月底结束。这个募款就是为了帮助这些急难家庭。为什么这些的有钱能够去帮助这些的家庭？因为有一群人不断去募款，所以用金钱来去帮助别人，而我们要为财务来祷告。好，请那个牧师娘来到台上，敬拜团来到台上，我们要为我们的财务来祷告。为什么你的财务没有蒙福？因为你没有认真的祷告，你没有认真用上帝的话为你自己的财务来祷告。相信上帝要财务上面使你能够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使你能够使你的仓库能够充满和有余。可是你会觉得很害怕啊！不要，上帝啊，我就这样就够了。上帝啊，我这样就可以，我人生这样就可以了。可是你没有想过，当上帝你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成为那个领那5000两的银子的仆人的时候，你能够用那5000两去帮助多少的人呢？你没有想过，上帝让你在财务上蒙福的时候，你能够如何的来参与在迦南教会的事工？你能够如何的参与在迦南教会各样大大小小的活动当中呢？
你没有穿戴起全副的军装的时候，而我们可能不知道仇敌正一点一点的前面开大门，后面的门开得更大。你前面辛苦的赚钱，就后面花更多的钱。有人是用生命在赚钱，等到他退休的时候，他花钱看医生，花钱买药吃，花钱在这个遗产的处理上面，代价花得更高，因为没有把它固守，没有把它守住。求上帝帮助我们，把这7件事情能够做好。相信神的话，查考神的话，做金钱的管家，用金钱来尊荣神，用神给我们的钱来帮助人，并且从今天开始为我们的财务来祷告，让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神要成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在呼召我之处。愿神的话语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感谢你。主温柔的生命，让我全心感受，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使我心得满足。你使我心得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主慈爱的真理。愿你的荣光照向我的心，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一起来唱台语，主温柔的信心，主温柔的信心，念在我的内心，念在我的内心，陪伴我的一生，享受平静甲安详。我的我就奉献，主听堂的真理，主听他的真理，更叫我拢无离，更叫我拢无离。你扶持，享受稳定甲安慰。你听真正甘甜，你会听真正甘甜。在所在，我要欢喜吟诗，无论环境好歹，犹原一路敬拜。你高调的所在，我要欢喜吟诗，无论环境好歹，犹原一路敬拜。伫我行路的心，做我道路，我的心做生命外靠，伫这所在，而你敬拜。伫我行路的心，做我道路，我的心做生命外靠，伫这所在，而你敬拜。伫高调的所在，我要欢喜吟诗，无论环境好歹，犹原一路敬拜。无论我调的所在，我要欢喜吟诗，无论环境好歹，犹原一路敬拜。大家请坐。
座，我们要一起来祷告。首先，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能够相信神的话。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信心，相信你的真理，相信你的话语。你的每一句话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每一天所说的话语，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凭信心来领受。第二件事情，求主赐给你恒心，让我们查考神的话，让我们每一天能够专心查考神的话，并且能够逐章逐卷，一节一节来查考神的话。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当中是有圣灵的帮助，是有圣灵保惠师的帮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让我们有恒心来查考神的话。天父上帝，主啊，求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有恒心，每天来查考你的话语，即便你的话语再艰涩难懂，主啊，我们愿意用你的话语来成就我们的一天，用你的话语能够成给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帮助。亲爱的圣灵，我们需要你，求你来帮助我们。第三个，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有忠心。神要呼召我们做金钱的管家，你是那5000还是2000还是1000，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有没有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把神所给你的金钱做好的规划和使用，不是随意挥霍，不是浪费，不是月光族，而是你有计划，你知道要尊荣神，用忠心的管家，每一块钱都知道他去了哪里，你知道钱的流向，你知道钱的用处。我们为自己能够成为忠心的管家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能够成为金钱中心的好管家。主啊，让我能够有意向、有目标，因为你说凡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一切的贪婪。主啊，让我们能够在金钱上面忠心，在小事上忠心，在数字上忠心。第四个，我要邀请大家，求神赐给我们用心。用心就是用金钱来尊荣神。你的每一块钱是可以使神得荣耀。我要如何用神所赏赐给我现在的薪水也好，投资也好，财产也好，能够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就算我把我的财产继承给我的子女，也要来继续的荣耀神，我的下一代也要来荣耀神。就算我去买房子，也要用我的房子来荣耀神；买车子，用我的车子来荣耀神；做投资，用投资来荣耀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金钱上面用心。主啊，让我们用金钱来尊荣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将一切的出手的土产来献给你。主啊，将我们一切所有的能够来荣耀你。主啊，你要使我们的仓库充满有余，要使我们的池子能够久榨盈溢。主啊，使我们能够成为生命身体，生命胜于饮食，身体更胜于经商。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用心的仆人，能够用金钱来荣耀你。第五个，为我们的爱心来祷告。你是否愿意用爱心、用金钱看见弟兄姐妹的软弱，看见肢体的需要？你是否看见那饿肚子的人？你是否真的看见这一些活在金钱底下欠缺的人？求主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当上帝让我们在金钱上面富足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去帮助那些还没有富足的人，给他鱼吃，也要教他钓鱼，帮助他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产业能够祝福在这些需要人身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爱心，能够用金钱帮助人。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为你的爱心，求神赐给你有爱人的心，爱弟兄的心，爱仇敌的心，爱父母的心，爱儿女的心，爱肢体的心，爱邻舍的心。用金钱，每一个金钱都能够去帮助人。这金钱不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肚腹，不是要满足自己，而是能够施比受更为有福，能够使人的身心灵得着益处。求主来帮助。第六个，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能够开口来祷告。我们得财富的祝福，
并不是要骄傲，并不是要来炫耀自己。我们要为财物来祷告，是因为我们要明白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富足是从他的信心来开始。一个有信心、听神的话、查考神的话、行神的话的人，上帝要使他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在我们富足之后，我们不是要去比较，我们不是要成为那被做金钱的奴隶，而是要做金钱的主人。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善用金钱，做金钱的管家，做金钱的主人。只有单单侍奉神，而不是侍奉马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为我们的财物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成有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主啊，让我们能够用清洁的心，主啊，来看待我们的财物。主啊，让我们的金钱、财物，主啊，都能够突破和蒙福。谢谢主，谢谢主，谢谢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最后，我们要为自己的心有一个警戒的心。即便你今年再有钱，明年没有了国家，明年没有了中华民国，没有了台湾，你的钱要归给谁呢？你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安居乐业吗？我们还有办法能够在这边待到退休领老人年金，去环游世界吗？如果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属灵的家，迦南教会缺乏，弟兄姐妹富足，这有什么益处呢？求神让我们的教会兴盛，让我们的社会富足，让我们的国家富足，都能够遵守神的道、神的话。让我们有警戒的心，不容许那恶者，不容许那魔鬼来偷窃国家的产业，来偷窃下一代的儿女，来偷窃我们的将来的祝福和意象和美梦。求神让我们能够穿戴全副的军装，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教会、社会来祷告。主啊，让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能够再一次为这个来祷告。主啊，为我们的财富上面，主啊，能够你要在那些年间的神，你要来补足。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继续来持守神的产业，忠心在你的道路上面，成为你忠心的仆人。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召集我们在这里参加333祷告会，也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年2025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在今年的祷告会当中，以财物蒙福当作我们祷告的操练，不是只有在今天晚上的祷告，而是每一天我们都要这样子的祷告，每一个月我们都要这样子的祷告，直到看见上帝你要带领我们突破，上帝你要带领我们经历我们在金钱上面的祝福和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真正成为那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主啊，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祝福每位弟兄姐妹都在金钱上面得胜。主啊，不被财物所捆绑，我们的心思也不被那贫穷的灵所捆绑，而是我们能够有富足的灵，有富足的信心，相信神的儿女一样好处都不缺。谢谢爱我们的天父，也愿上帝你将这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唱这首诗歌，赐福于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
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凭信心领受神的平安喜乐。父主要赐福于我，哈利路亚！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祷告会当中，能够经历上帝你的话语，也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愿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每一天行走在合神心的道路上面。特别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得到的每一块钱都从你而来，也要用每一块钱来荣耀你。愿神帮助我们做金钱的主人，让我们好好的运用金钱，运用时间，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能够做神忠心的好管家，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好，我们彼此来祝福，去找7个人，祝福他说：你要成为神忠心的好管家，你要成为神忠心富足的好管家，你要成为神忠心富足的好管家，成为神忠心的好管家，做神忠心的好管家，成为神忠心的好管家，做神忠心，你要成为神忠心的好管家。